料理的时间哦，哇！哇，今仔日这看起来，你要煮啥？你看，足简单的，你面想啊较复杂的，就是豆瓜巴西。豆干炒肉丝。哦，豆干炒巴西。这是足普遍的菜，但是咱若用心好好甲料理，其实做起来吼，卖袂输餐厅哦，卖当甲做啊足高级的哦。嘿，我看起来就高级，因为我看这豆干就甲我平常时啊看到无共，所以我感觉这豆干就是高级的豆干。高级的豆干，高级的豆干，不是高级的豆干，高级。高级。高级的豆干。哎呦，你目色足好呢，你看嘛。真的。一般咱豆干拢是黄豆干。对。我拢食黄的。有个卤过。嘿，啊，咱这个是白色，这是传统的白豆干。吼，白豆干吼，伊就是无过迄个定数过，但是吼，就是因为无迄个定数过，所以伊食起来吼，本身伊的迄个豆仔类的豆香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就会足单纯，所以是迄，伊是咱平常时啊看到的豆干的前身。哦，对啊，你若用豆油甲卤过，就是我咱看过黄豆干。对啊，来，咱进前我定咧讲，咱来要生肉。那爱掺啥物？我即摆甲你考者，看你。我知。好，来，你讲一来。豆油。嘿，对，豆油。对，豆油。来，我夹一刀咧，豆油，啊，搁来。安尼有够无？头一汤匙左右。好，知。好，啊，搁来。香油。香油。香油。对。白胡椒。安尼。技术不要紧。技术。嘿。可以。啊，迄个胡椒。胡椒。嘿，胡椒。好，胡椒。哎，啊，搁米酒。啊，你先甲拌拌的吼。好。来，啊，咱我用这豆干吼，若有煮到一项菜内底足侪种配料物件吼，上好是每一项食材，伊的长短、伊的厚薄、伊的形，拢像共款，拢真好共款。安尼起吼，伊规咸正食起来迄个平均量哦，即个平均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毋是水的问题。无，毋是，我那好看，啊，个就是咱食落口感嘛，较会较相共。好。哈，对你先甲拿来，我看着色水咧就知。会使豆油佮加一丝丝，因为本身所以你用看就知影。用看就知，因为本身为什么我叫你豆油加一丝？因为本身咱豆干无味嘛，完全无味，干就是豆仔味安尼啊，所以还是要有一寡迄个豆油的。安尼有够无？有够。嘿，啊，你看咱的肉丝吼，比咱这猪的肉吼，较深一寡。无，较大块安尼嘛，所以咱这豆干吼，咱已经豆干就甲切对半。哦。哈，安尼切对半，因为豆腐的物件。足歹入味的，真的无好入味。有当时啊，迄有味，然后迄拢无味。对，所以你炒到伊有味，无就是在伤咸，然后迄无味，迄拄好安尼对无？所以为什么破对半咧？破对半了，除了伊的形体较会相共以外，就是你破对半较细，伊的接触面吼就愈多，所以咸正就愈食落去吼。来，好，咱再来一个切哈，安尼个切掉，好有无？啊，粉也要加。嘿，加刷太白粉，差半汤匙啊。好。啊，这摆敢莫加水？咱就加米酒，因在量无介多还好。你会使加点仔水袂要紧，好食刷水。嘿，啊个老条啊烧个好生者，我等我豆腐煸者吼，伊这肉丝嘛已经入味了。哦，所以免洗足久的就对啊。免洗足久，你看你即摆个老条，你接去下对水看，其实无看到水了。嘿。咱拄着加米酒，佮加水了，你看下底。拢洗落去啊。来，你看这下底。哦，拢无水呢。无啊，哒。真正无水。拄着咱加落去米酒佮水，互水分，拢去猪肉内底。输落去猪肉内底了。所以咱等下落去炒来。迄猪肉食起来就继续有汤的，嘿对，就袂安尼大壳壳安尼像肉干，嘿对。juicy。来好，来咱等下个开落去哈，足简单的。来咱这豆干切了吼，啊咱顶对下出油，落去煎过。伊即摆算有豆仔味，但是无香味，无迄香味，恰恰的香味。对，但是伊即摆豆仔味吼是迄种小可有豆仔馅。青豆仔青，嘿，青味，哦，所以咱经过这个动作，甲小用油甲煸过吼，煎过了，伊就变成豆仔香味。我知，迄煸出来啊，对无？煸出来变成香味。嘛是共款恰恰就好嘛。恰恰对。好来哦，你看已经，啊慢慢煸伤大以后，伊水分无去，变做伤甜。哦，伤甜哦。会甜去吼，它像安尼。哦，
安尼就水嘿，诶。安足水的。嗯，哦，差不多哦，来咱的葱仔白，哦，一样是葱仔白先落。葱仔白先落。来，咱的蒜头，蒜头，蒜头，甲葱仔白哈，这蒜头做伙煸掉。来，咱即摆迄个葱仔吼，煸来迄香味出来，咱豆干嘛差不多了吼。来，这个时阵咱的肉时了，然后来。OK。好，来收去边啊。我这个飞来边啊哈。哇，赶快是飞去边啊！嘿，飞去边啊。这重点就是要炒迄肉的芳气出来。肉就是爱互伊先赶紧落去鼎以后，拄着温度烧，迄温度起来吼，表面好熟伊好紧好缩起来。对。伊迄个内底肉汁较袂一直流出来，一直流出来。哦。哎，你若讲你淋落去做诶啦，伊下底去互迄个豆干隔咧，伊无能食到迄烧刀，伊会直直出汤。哦对呢，出汤呢。啊，出汤伤久了，肉就差去哦。我就是迄个出汤迄个啦。哦，来，你看咱炒安尼，表面已经缩起来啊，咱的混在个葱仔弄来，全部落去。哎对，好来，趁即马这温度来米酒，甲豆油，米酒片啊，落去。边啊。好，来豆油，个糖。好来，我甲你考者，这葱仔面啊，看伊好啊无好？倒去。倒去先啦，起来倒去啊。嫩去。嘿。无安尼停安尼嫩去。对，专业咧讲就是讲炒了有倒啦。对，炒了有倒，哦，毋是倒去甲倒唔共。无共。哎对，台语真正无就好，倒甲炒甲倒是无共的。毋是台语无，是你拄着这落工腔的，你感觉更较对，是落工腔的问题，毋是阮。哎，来，或者我是南腔的。哎，来，你摕试食，哦，这上重要的工课。哦，真正是。来，你无你个往边。哦。咸食哪？讲真的，伤咸伤食。讲真的，拄啊好。拄啊，我不爱吃哦。嘿，不爱吃。哎，这辣椒放落去哈。来，咱个这个时阵会当个添一撮香油嘛来。好，来，香油伫遮。哦，因为咱这上后边搁一撮香油。对，咱这道菜吼，我等下摕你看，咱就是炒了足大爽的。嗯。哦。无啥物汁。无啥物汤。哦。哇，你来看看，你色水看。真正是足水的。足想要吃安尼，系啊，豆干炒肉丝。好。OK 未 ？OK 啊。其实对我学煮食真足简单哦。真正是足简单。足简单，干我1点过啦，讲半讲代志。好，来，今日豆干炒肉丝，哦，希望大家介意。